大家好，我哋係心思。你哋有冇曾經同另外一半一齊養過寵物？大家熱戀嘅時候，無論係貓貓狗狗、金魚、龍貓，甚至係蜥蜴，都係世界上最可愛嘅動物。但係當大家不再相愛嘅時候，咁嗰隻動物又點算呢？今日我哋就用呢一個問題嚟講認知科學家史提芬平克討論嘅共同知識概念。你哋有冇試過類似嘅經驗？留言話俾我哋知啦。你哋仲記唔記得上一集靚絕銅鑼灣嘅同事阿 May？ 佢同拍咗拖6年嘅男朋友分咗手。阿 May 同佢男朋友養咗一隻狗叫做豬豬，一直都住喺阿 May 屋企。以前甜蜜嗰陣，隻狗就係愛的見證。而家分咗手，阿 May 每一次見到隻狗，就諗翻起以前啲嘢，令佢好大壓力。佢仲講笑話，冇理由攞個人道毀滅噶。而家個男朋友話佢想攞翻隻狗翻去養。佢男朋友喺佢哋大家認識嘅朋友圈裏面出咗名係有責任心嘅男人。佢男朋友咁樣做都好符合佢俾大家嘅人設。阿 May 又話佢好唔捨得隻狗。現在全公司嘅狗公男同事都喺度七嘴八舌咁為阿 May 出謀獻策。聽到呢度，我就諗起認知科學家史提芬平克寫嘅共同知識。所謂共同知識，就係我知道你又知道，而我又知道你知道，你亦都知道我知道嘅知識。聽落好似急口令咁，係咪？唔使驚，我講個例子你就明噶啦。例如交通燈，紅燈要停車。若果得我知道你知道，而我唔知道你亦知道嘅時候，我就冇信心你會喺紅燈前面停車，咁我就唔敢過馬路啦。唔同地方嘅文化亦都可以話係共同知識嘅一種。本書話就係呢個你知道我知道嘅事實，俾咗你同我嘅一個壓力，去遵守一啲規範。譬如話裙係女士着嘅衫，大家都知道男仔唔着裙係共同知識，所以第一個打破佢嘅人就要承受全公司人俾佢嘅目光啦。喺我哋有呢個共同知識嘅前提底下，大家就可以作出協調，而得出符合大家利益嘅共識。亦可以用呢個共同知識去解釋一啲譬如用無名氏嚟捐錢嘅行為。假設有2個好耐冇見嘅朋友 Peter 同 Mary， 佢哋約出嚟飲杯嘢見個面，但係喺佢哋未講好喺邊度見面嘅時候， Peter 部電話就冇電啦。咁點呢？ Peter 好鍾意去街角嗰間充記， Peter 就都知道 Mary 最鍾意落樓下嗰間茶餐廳。Peter 又知道 Mary 知道 Peter 好鍾意去充記，咁 Peter 就去咗充記等 Mary。結果 Peter 等唔到 Mary， 因為 Mary 就用同樣嘅邏輯去咗樓下間茶餐廳等 Peter。今次見唔到面，雖然有啲可惜，但係下次再約嘅時候，佢哋就會有咗默契，有咗上次嘅教訓。若果有同類事情再發生，就喺樓下間茶餐廳度見面啦。呢一個就係本書所講嘅，當大家都有共同知識嘅時候，大家就可以協調，得到大家都有益嘅共識。你哋又有冇試過類似嘅情況？譬如約朋友食飯，電話斷線，你哋會去邊度等？留言話俾我哋知啦，話唔定我哋可以一齊分析下你嘅共同知識係咪實效呢？講翻我呢單嘢，佢同男朋友可以有3個選擇。一係男朋友放棄，由阿 May 去養豬豬；一係就阿 May 放棄，由男朋友攞豬豬去養；最後就係大家都放棄，攞隻狗去人道毀滅。當然唔係啦。由於佢男朋友喺共同朋友圈入面被視為有責任感嘅男人，呢一個就變咗一個共同知識。佢男朋友會盡力維護呢個形象，所以會主動攞隻狗返去養。實情係阿 May 隻狗係成3尺長嘅雪橇犬，佢男朋友間屋得鞋盒咁上下大，隻狗根本住唔到。成班狗公同事就出謀獻策，
話可以幫阿 May 養住隻狗先喎，等佢治療情傷。我都加把嘴啊，我就話可以隨時車隻狗去見阿 May。今次我仲唔贏？我冇話過我唔係其中一隻狗公喎。你哋覺得阿 May 應該點做？如果係你會唔會放棄呢？我哋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但係記住呢個共同知識無處不在。本書仲解釋咗好多有趣嘅現象，例如用無名氏捐錢啦，又或者先到先得等等。有興趣嘅朋友就買本書嚟睇下啦，或者留言分享你哋嘅共同知識嘅故事。我哋下次再講啦，記住訂閱啦，再見。